故事哈，是因为头摆哈，就提讲哈，叶公党哈，最有神仙哈，最有阿公姑哈，你多太书今年还拄到叶公党吼去阿姆斯壮哈，到叶公党吼去60年，所以拄想到60年，就想到讲，60年前迄个阿姆斯壮哈，丁叶公拄到阿公姑会发生乜个事情哈，所以第二开始想。天天个面前的部分因为故事哈，头摆个故事全部个老人家来讲古本生意来谈咩，两摆哈就老个故事哈变到荧幕戏剧，个时间期全部变到荧幕要当好谈哈，天天表演的时间就比单枪谈人讲古较神奇哈，天天个讲古的部分哈，就因为。佢啲嘢講到太數2000年嘅，不過佢天天阿姆斯壯轉到人間嘅時間，佢遇到當多嘅困難，當多嘅問題。當然，你喺社會嚇，有當多嘅事情，因為藝術嘅表演嚇，做唔得脫離人嘅神法嚇，佢有很多接地氣嘅嚇。所以佢當然按思想啊，嚇佢講古係講轉到人間嘅時間，佢當然變到神啊嚇，係咪2000多太數就冇遊戲嚇，所以就佢天天當多人就加一隻機會哈，就為吊當機講你係每隻神仙最什麼扮仙啊，所以就當多嘅反應為利用佢，所以佢選到一百戲劇裏面佢不利用啦。利用嘅時間，因為台灣兩隻大問題，一隻問題就講冇乜有生意嘅，個人都少子化嘅哈，天天。冇生意嘅時間，你睇這個社會都冇人土咩，所以一個老人家嘅照顧沒問題，所以就嗰啲反應就因為咁樣就早已講大家捐錢，比人嘅來性票更加有效，冇勞動也不靠嚟變數，天天要來送傳嚟騙錢，阿公都壞咧，因為佢啲嘢講到太數2000年而咩講車煞不人騙啦，所以不面阿公都當慘。所以個人講很多嘅講到吃手手就差唔多咁有意思，所以幾隻戲劇係按樣嘅演員去做嘅。古時候有一個叫阿公姑的人，他的胳膊十分粗，嗓門非常大，他隨便大叫一聲，就可以拔起一棵半人高的小樹，就像拔斷一棵小草一樣的容易。同時，阿公姑也是一個聰明的人，只是做起事來一點耐心也沒有，老是投機取巧，想一步登天。他想來想去，不如先學個手藝吧。请问师傅，象牙床用办做木匠会从哪位开始学呢？象牙床，你怎么个爱做象牙床？给什么安讲？爱练么爱用啊？哦，安用啊！
但是目相當難學呢，你敢有耐心？我阿公古係江水清好，冇問題。好，安樣好，從基礎開始學。到那空啊，從那順啊，到空那初順很呀，又咋唔驚風吹，那你再也不怕磨那有的有的有。到那空啊，從那順啊，到空那初順很呀，又咋唔驚風吹，那你再也不怕磨那有的有的有。到那空啊，從那順啊，到空那初順很呀，又咋唔驚風吹，那你再也不怕磨那有的有的有。是那就是爱那时候做呀那情哦那才发爱才改妙但那心咯那有的有的有。好那就是那来哦，慢那最哦那好发精彩那给人那心咯，那有的有的有。大家非常認真，等你做好嘛？有雜什麼？來本師傅坐看呢。等好有好多樹葉哦。呀，南市阿公古，還講江水最好，我看係木子體不輸高，不輸高。呀，雕狂初順，聽眼咧，眼冇空咧，我嚟走咧。呀，木子體不輸高，不輸高，大亂做嘅劍王，冇耐心，嘛繼續學唔愛。哼！有，可能是點變兩殺。還有書，還過冇啦。
请问绣花记，艳阳镇应用办做裁缝会从哪位开始学呢？艳阳镇，你做嘛个要做艳阳镇？这什么安讲，俺脸没会用啊？哦，安尼啊，不过裁缝当难学呢，你有耐心么？俺阿公过嘿，讲是清好，安尼啊没，问题。好，从基础开始，先学天真练山。来来来。真那行，先那藤，绣出艳阳那里针。阿哥连妹妹连郎，哎呦好姻缘，那针线那连那的哟。
家非常认真，样样修好嘛。好诶。要送送对对嘛。哦，来，本师傅看呐。当好，有好多主意哦。阿公姑，送送对对的鸳鸯，让我变成2只鸡耶！我杜司机只想的是鸡肉啊，小法子唔宽啊，修个冻好嘛，一扎多盘，一扎做鸡酒，本小法子做呢，嘿嘿嘿。哦，也烂死的阿公姑，还讲江水清好，我看是没字体，不输高啊，不输高。唉，要天真连神，太难嘞。我没空嘞，我来转去港田。哎呀，没字体啊，不输高，不输高，打乱就想见我，没耐心，马干的好嘛。哼！哦，很见哦，见到我都是主要诶，他家找你看见。啊，好，妹妹，还找你食鸡酒。
我觉得咧，他啊开国谈来转无个。为当快快乐嘿嘿哟，做当快乐嘿嘿，红红海灯来渺渺，公公谁哟，月亮流年啦。红梅有花来嘿嘿哟，童年公那红嘿，高兴嘿又来渺渺，公公谁哟，天梦在公啦。去谈了。去单了。送加了。送干了。阿莲爸，有问题吗？
耕田吧，俺唔会开咧，唔会耕田咧，耕田按辛苦，国家要按大，要痛唔多本用啊！跟上做嘛嘅好喏？做人按辛苦，做神仙还好。错咧，俺好做神仙。像那样又冇耐心又唔认真，想学个做神仙嘛？我看咯，就算学生啊，又咪系坏神仙呐？你嘛该系坏神仙啊？唔系变鬼就会变怪。俺好做神仙，讲俺变坏神仙。哎呀，你们立交长还变鬼又变怪啊！哼！呀，没字体啊，不输高不输高啊！我插见啦，他开담了做梦嘞，去담了。嘿。阿公姑心里总是想着要做既不吃力又伟大的事情。他灵光一闪，想到了可以去做神仙。于是阿公姑决心要去学仙。他走了整整100天的路，一个人走进深山，终于在老松树下找到了白胡子的神仙爸。
有你大江太高，有你大江太高，莫你春波南下，莫你春波南航，南航，南航。神仙吧，我行东营院的路张青龙。神仙吧，家家讲我做神仙的方法。做神仙唔系讲教嘅，我华东沉嘅功夫，唔敢做得到。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啊！做神仙，先要晓得老人吃香，免于骗人身当嘅苦痛。天空日，你就天涯入山学采药嘅。呀，太简单嘞！好啊，好啊。琼花门呐，童郎自那。年是才那，有一郎。
呀，唔得是搬家错，哎呀，龙洞山，苏南石头来冲山歌，哎呀，龙洞山，人人讲爱风流池，哎呀，龙洞山，上山才有是无奈何，哎呀，龙洞山，哎呀，龙洞山，哎呀，龙洞山。啊，龙洞山，啊，龙洞山。阿公姑，你来看，一种错药的，做的是风响；这种错药，做的是风中飘。神仙应该逍遥快乐，唔做乜该爱爱辛辛苦苦刻山采药呢？爱刻山采药的时间，想到做的老人天数，心肝都当快乐，一时咧冇感觉辛苦啊！唉，神仙的天堂比过来比过去，真快乐。刻山采药诶，有乜个神奇？啊，讲句啊，你就系唔晓得做神仙的道理啦。安样也冇爱采药，哎，一本天书本，拿去读读啊，然后天地万物的道理，通通的怎个讲？天书，那一本书通通咧，系唔系就做得变神仙啦？老道理通通的，心肝度就会自由自在。这时间将来学做神仙就简单咯。天说莫问莫生，天说莫问莫生，有心自有师门，有心自有师门，有理。大江太高，有理大江太高，莫理春波南航，莫理春波南航，南航。白胡子神仙爸讲书讲得津津有味，阿光顾在他身边，老想打瞌睡，结果打瞌睡失了神，竟一头撞到白胡子神仙爸身上。阿光顾惊醒过来，非但不觉得难为情，反而振振有词地说：做神仙，那有哪点破破嘅书，拖过来又拖过去嘅道理呢？莫再讲啊！打上牙嘅时间，哎，拍讲了一张嘅道理，一霎时就莫好多。阿公姑，俺们学做神仙，在做嘛该啦？我想好比，想比到叶公党去了。好啊！我就突然到人讲大去，老莫叔上去了。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阿光姑的身体竟然很快的就飞了起来。只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道飞了多久，阿光姑就听到老神仙叫他的名字：“阿光姑，阿光姑，来看看师傅，呀，就会上一来地方。呀，迄嘛个蔬菜啊，用要按老婆啊？咪上喺度一讲得嘿，呀，就会一讲啊。上次看看老老呀。呀，迄嘛个书啊？也係條龜樹，有500倉個，唔多人間是看唔到按太條嘅樹。你講當出體一條太樹，撇咧就唔好了，捱了後咧，做得轉人間咧。啊？條下捱突然被當一講得，一下捱切架被轉去喲。捱？這個唔會比啊，捱又唔係神仙。用一支太布條，撈一條太樹倒下來，你就做得變神仙，切架被轉去人間咯。倒數誒，真簡單，原來做神仙咁簡單，做得要真難講誒。阿光姑取了斧头，大喝3声，就往树上砍了3斧头。呵，呵，呵！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竟然发现树干上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消失了。咿呀不跳动，咿呀不跳动，咿呀不跳动，咿呀不跳动。三哆西哆五哆六哆哆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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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哎呀，神仙也被骗人，爱按有理，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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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咩魔法都倒一條太樹呢？一條太樹按落歸300，要按到300布條。有那什麼人心平氣和，到300布條就做得牢佢倒下來。無那什麼人倒嚟也係拍到，倒嚟一隻腳，布條一拿開，腳馬上又上轉起嚟。按用啊，冇問題。我阿公姑係講是清好，冇問題啊。咿呀不跳動，咿呀不跳動，咿呀不跳動，咿呀不跳動。三哆西哆五哆六哆哆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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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阿公姑，師傅托你們修行才體子，乃好好修行，
如果修唔上整个2000年后，有人会来吞转去人家。我超唔相信，冇法度多一条太叔，我阿公姑嘿，讲是清好啊。可惜阿公姑一向投机取巧，缺乏耐性。只要他一心烦气躁，桂树又重新长好，所以他只能困在月亮上，不断的砍树了。阿公姑在月宫砍了不知多少年，有一天来了位不速之客。Houston, Houston, do you copy? Copy that. Please report. Landing on the moon. A small step for a man, a giant leap for mankind. Copy. What do you see? I got a big problem. There's a man chopping the big tree. Please report the information to Liz.
According to the experts' information, that man might be Mr. Wu Gang from Chinese legend. Roger. Ready for the first contact. Roger. Sir, who are you?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你讲乜解？ Sir, who are you?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你讲乜解？ Houston, 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language. 你讲乜解？你讲乜解？ Copy. It is an ancient language from Eastern culture, Hakka. Houston, 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hrase for me. Hello, who are you? 你好，你係乜人？ 我係阿公姑。 Houston, please translate. 阿公姑，你好。I'm Neil Armstrong.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阿公姑你好，我係阿姆斯壯。你啲呢講做乜解？ 我嚟嘢講係為咗好做神仙，神仙偏愛到一條太樹，我就變神仙，做得比轉人間。冇想到神仙把偏愛，害我低下到太樹，冇法度轉去人間啦。 Houston, receive, please translate. Roger. 阿公姑，照專家的算法，你講墮胎數有2000年呢。Oh, unbelievable! 哎呀，我今日講墮胎數已經2000年嘞。哎呦，做得突然轉人間麼？ Houston, please translate. 好啊，冇問題。 真的，真的，做得轉人間嘞。神仙爸有講，如果上上真個2000年後，會有人突然轉人間。神仙爸冇騙我哦，我轉人間嘞，哈哈哈哈。 Okay. Houston, we are going home. Let's go. Copy. Good luck. 祝好運。也係慢嘢，唔可以讀拜耶。係就冇一拜，你就慢啊。好咧，好咧，我去泡茶，唔批得你哈。誒，你係慢嘢。我係試過落做居家服務的啦。哦，請坐，我嚟泡茶。誒，也係慢嘢。唔係慢嘢。我係
我很满意啦。阿公固回到人间，声名大噪，但仍旧对学做神仙一事难以忘怀。他投机取巧的本性依旧，在网路查了查，当不成神仙，当个师傅或上人也不错。于是以他月宫归来的身份，建立了成仙门，成为精神领袖。神仙们，神仙们为众神服务，也请客家来堂，众门人五光双眼，老神仙们顺利嘅行路里程。前几年呢，我哋施工去做送传服务时，都在个老帮妹，请大家看看发生嘛嘅事情。有人在嘛？哎，很满意啦。我是职工啦，来做居家服务诶。哦，也很满意。是职工来做居家服务诶。请一来，请坐，来嚟泡茶。老板讲，俺哋要送传服务，房屋变数，请问有需要嘛？哦。我有需要送传服务，来，请吃茶。哟，哎，有想要没有 ？OK 啊，对吧？喂，阿妹叫我呀，阿妹叫我呀。阿什么？阿什么黑么？你上班啦？我本日做这位啊，较加费钱来叫我呀，较加呀，较加呀。哦，叫我飞到哪了？哦，好了，我知了，我知了。哦，哎，那个事情很紧张。阿什么本日做这啦？我家家的费钱，叫么的呀？冇么的唔好赚啊。好，你家个去费钱，我来报警。哎，老板讲，老板妹。做唔得报警哦，个天花仲有讲，唔系报警啊，冇嘢就唔好赚啊。老
伯公老阿伯妹，一天係詐騙天花啦！我來同一斗打一條反詐騙專線。我夾夾你飛車，毛毛唔好做，我冇命啊哦！喂，你乜嘢啦？鴉片係警察局165專線，家下由求救嘅電話打過來，我也去飛錢係冇？哦，係哦係哦。佢係詐騙嘅電話。哦，啊，另外都夾同電啊太太，冇飛錢咧。不靚啊，唔是緊張，哎呀，警察局已經控管嘅種貴婦頭誒，係100嘅錢做得2轉來。哦，係啊你哦，啊你我都放心嘅啦。老伯公，也咩係詐騙天花啦？我來同打一啲嘅反詐騙專線。唔是緊張，頭下天花中啊，警察局有講，已經控管斧頭嘅，係你擺錢哦，係你做得2轉來啦。哦呀，嗨哦！老伯妹啊，唔好去飛錢啦，唔好去飛錢啦！老伯妹啊，唔好飛錢，唔好飛錢！人可以攞，但是不可以不持強。攞我哋救唔轉，但是不持強，愛神仙們有方法可以來救眾生。故事本日就繼續看下去。運到卡冇？誒？燈都沒有控你乜嘢啦？我係施工嚟做居家服務嘅。哦。也係乜嘢？係志工來做居家服務誒。哦，請一來，請坐，嚟嚟泡茶。老伯公，我哋要送餐服務啦，服務邊所，請問有需要冇？哦，我有需要服務邊所。也係乜嘢？佢係志工來做居家服務誒。請一來，請坐，嚟嚟泡茶。老伯公，服務邊所，我係在星期幾呢？星期3號啦。也係乜嘢？佢係志工來做居家服務誒。哦，請一來，請坐，嚟嚟泡茶。老伯公，服務邊所，我安排在周順一下注呢？下注好啦，下注啦。也係乜嘢？佢係志工來做居家服務誒，唔可以獨拜耶。我就每拜，就乜嗌？好咧，你去泡茶。請坐，嚟嚟泡茶。老伯公，服務邊所，我安排在9點呢？3點好啦，3點好。也係乜嘢？唔可以獨拜耶。我就每拜，你就乜嗌？好咧，我去泡茶，唔批得你哈。誒，你係乜嘢？我係施工嚟做居家服務嘅啦。哦，請坐，嚟嚟泡茶。誒，也係乜嘢？
唔系乜嘢？我係乜嘢啊？你做得落，唔过做唔得昂神，落人就叫唔准。唔过昂神呢，神仙们有方法可以救众生。也请大家来供养，唔讲双言。一动龙神天，一动龙神天，一动赤强天，一动赤强天，三动四动五动六动，动动呀动动龙神，动动呀动动赤强天。像他那天天爱双人的跳神仙步头舞。卡起神仙步头，站起昂神老师讲。共颂双言。人做得落，但是不可以昂神。落挨了救唔转，但是昂神挨了神仙们有方法，他也可以让比啊神仙步头，才加修炼，来暂时昂神老持强。有缘人，请向前来登记。
系咧神仙斧头，系唔值钱呢？请大家捐款本神仙门，所有嘅经费全部会用到嘅老人嘅照顾，人哋会送传房屋变数，还有年节关怀。感谢他的捐款，祝他个神仙布头在树，长起昂神老慈祥，快乐唱神仙呐！感谢也得虔诚，本爱认识上人，感谢感谢。也系我哋应该做嘅。老伯公，老伯妹，我注意。礼拜三下晝，我哋去做房屋变數哦。也系慢年，而係自個，也禮拜三我來屋卡做義家服務誒。嘅又系慢年，誒，唔係乜嘢？我係自講啊，來做自家服務，老日送傳的呀。哦，又慢年，我係乜嘢？我係唔咧，唔可以讀拜嘢。我就冇一拜，你就慢愛，好咧，好咧，我係送木卡，送木卡啦。那好事嘛，我昨日同我老闆你講，佢們讀到一隻好心人。良心、诚意，也制作嘅神仙布头，真人做得救众生，多去昂神，老慈祥，本大家快乐唱神仙么？系啊。头摆填神仙吧，客山采药诶，我用药材98片，冇想到人家神仙布头比药诶还加友好，爱比神仙吧还加厉害啊！哈哈哈哈哈！双人一面，爱阿公姑个人供水清好，哈哈哈哈哈哈！不收錢了，家己搶嘅錢啊，飛到人哋斧頭，好3年的啦。我一看報復誒，你唔差，真唔知哦，結果白踢了。千年夜啊，來到太松，悠悠雜雜，不頭西山，有麼春天，有麼秋天，夏天不頭來到太松。
俺个神仙们比神仙吧还加厉害，俺个神仙布头做得救众生，都去昂神，老慈祥，本大家快乐抢神仙，又有几家富哦，变说老送传，做么个老会关起来呀？神仙吧，要来评理，不公平，不公平啊！啊，公公。呀，全部是伢的良心老生意不讲。俺亲有良心老生意，俺个梯子依照很多良心，依照很多生意。啊，一开始天书就摸透透，唔晓得做神仙的道理啊，根本是张为错龙的呀。啊，我看啦，一本天书啊。哪一呀？张口偷偷啊嘞！做神仙
哪有那点破破的树，拖过来又拖过去的土里呢？哎，田叔都昨日看到海外的假生意唔良心，看到哪位呢？田叔都很应该看嘅，唔很想啊看嘅。哼，我来看。天书默默往事，天书莫问莫思，有心自有思念，有心自有思念，有理大江太公，有理大江太公，莫离川途难航。莫离川途难航，难航，难航。阿公姑，师傅托你们修下才梯子，现在你就留到人间好好修行。眼前在做万铁事，你怎做得怎个应该讲？我还有眼前在做个仔无烦么？我有默默的，无来的，无人我来讨债啊！你就会天书莫托托啊！一本天书，你怎个托托啊嘞？田书度是人道应该看嘅，唔是人道想看嘅。乜个意思呢？啊，田书度是我应该做嘅，唔是我想做嘅。我知咧，我知咧，我老老伯公老伯没送传啊！按道理嘞，无人来编说，也无人来送传，唉。老婆，今日哎呀，你吃饭冇啊？因为都是哎呀啊，搿只唔买人又冇来送传啊！挨大过天花，无人食。哦，等去买到的东西做了事啦。人你的钱送拜本犯人骗走的，存下来又全部变本神仙们呢，没钱呢。啊，都是哎呀，我要死啦！哎，暂时昂神个词件，本大家快乐唱神仙。唉，社会不公平，专门欺负老实人。老潘，你强下到神作党，做神仙了嘞。老伯公，老伯公，老伯妹，老伯妹，我来送传嘞，我来送传嘞。唉，
太慢了。千年夜啊，来到台松，悠悠杂杂，不透西山。有么春天，有么秋天，下得不透，来到台松。转得人间，来遭霜叶，海灯生意，还有良心。生意有道，良心莫争。盼莫降天。生命有道，良心莫争。我天安天，还莫降眼前在住的在无办，无法度转去夜讲倒太书。爱阿公姑讲说唔啦，无法度好神仙嘞。
哎，你买都系很矮呀！老伯公，你喊菜啊！你喊菜啊！我都唔乜甜筒嘅，當然鹹菜啊，木卡啊，唔係乜嘢？我係主公來做旗家夫來送傳嘅啊！老闆，應來送傳咧，老闆，夾個行義來，唔是做神作黨，去做神仙。有法式嘞！哦，有法式嘞啊！啊，哎，你係乜嘢？也自講嘅送傳服務嚟啦。哦，人係送傳嘅啊，比我耐心球更加協好。老伯公，也飯店有排骨、老茄比。你是哪一種？我是排骨嘞。我是茄比嘅。快拿快！快低呀！好先，慢慢嘅切哦。眼前在做問題咧，我就整個突然多嘅講檔，然後摸住殺起來。阿公姑觉得要得到成仙，还是回到月宫砍树比较简单，又开始了300斧头的挑战。但本性难移的他，砍了几斧头，又生气了。太好笑了。阿公公，師傅托你們修下菜梯子，愛好好修下。如果修唔上正果，2000年後，有人會來吞轉去人間。我就唔相信，冇法度多一條太叔。我阿公姑嘿，講是真好啊！唉，有數個假生意，個冇嘅唔良心啊，社會不公平啊！有數個假生意，個冇嘅唔良心，社會按多假生意唔良心。我還是第二講多太叔，較刺眼。我阿公姑嘿，講是真好。
又是个大深夜。